我成日都同人講，千祈唔好隨便讓人入你屋企。你可能會覺得我係嗰度小題大做，但話你知，人一生好多魔幻，往往就係由你打開嗰道大門開始嘅。古人話國有國界，家有家門。一個國家如果邊境守唔住，就會亂；一個人如果家門把唔關好，就會衰你。以為只係請人入嚟坐下、吹下、水熱鬧客啫。但喺玄學角度睇，你係將你自己生命嘅氣場拱手讓人家，唔止係拿牆木瓦咁簡單，係人內心嘅庇護所，係靈魂嘅根本。人走得幾遠，混得幾苦都好，只要諗起屋企嗰啖氣就能夠穩住。所以古人話：宅者人之本也。咩意思呢？你間屋就係你條命嘅根，宅穩人就旺，宅亂人就衰。屋企如果聚唔到氣，人不進，福報再多都會慢慢散晒。我哋老祖宗最講究宅氣，你看下啲帝王將雙喜宮殿，未講華唔華麗之前，第一件事係睇地勢、睇風向、睇大門朝向。佢哋好明白一個道理：屋企係命運嘅根基，門係福果嘅界限。一個人如果道門亂開，佢嘅福氣就會俾人踩晒出去。一個女人如果成日俾啲物出入，佢嘅氣場就會俾人帶散晒。一個男人如果中意成日約埋班朋友翻嚟飲酒鬧事，佢嘅運勢就會慢慢衰敗。你唔好以為我係嗰度講迷信，我講緊嘅係氣場學，係易經入面動靜之分，內外之界嘅智慧。易經話動靜有常，剛柔相摩，意思就係話人要知咩係外，咩係內，內要靜，外先至穩，家係內，人係外。你如果引外侵內，日子耐咗，陽氣就會俾陰氣搶走，人就會覺得攰心煩易怒，又諸事不順。呢個就係命理講嘅宅破氣散。一個人屋企嗰道門就係嗰家人嘅命。你屋企道門向邊個方向，邊個入得，邊個入唔得，你心中有冇嗰條界線，直接決定你守唔守得住你嘅氣、你嘅財同你嘅運。你看下古人幾有智慧，大戶人家院落深深，唔係為咗炫耀，係為咗隔氣。外緣係人情，內緣係命氣。冇邀請嘅人，就算係親戚都唔敢亂嘈，因為嗰種係對主人嘅尊重，亦都係對自己命運嘅自保。反觀現代人，客人嚟就大開門，朋友上嚟就任佢入，美其名係熱情開朗，其實係一種無防備嘅無知。人哋飲完茶走咗，你嘅好運亦都隨之被帶走。你以為係招呼朋友，其實係度送緊氣。屋企唔可以太亮，門唔可以太復光太盛，則陰不生；門太復則氣不聚。一個識修養嘅人，絕對唔會將屋企變成露天市場。屋企係靈魂休息嘅地方，唔係表演舞台。你試諗下，點解古代賢人成日話慎內不亂外？因為內係一切嘅根本，外動可以保，但內亂就難安。我哋修身都一樣。收嘅就係內心嗰個屋企。你心門如果亂開，咩人都俾佢入，咩人都俾佢講，那你心入面仲點樣可以安靜？你唔單止守唔住你嘅情緒，連運氣都守唔住。守門就係守心，你守得住道門，先守得住啖氣；你守得住啖氣，先守得住你條運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家有門，命有守。你要知門開合之間藏住天地之理，門開係迎人，門閉係養氣。中國人話出路有時唔係講點樣行事，而係講修養。門應該關嘅時候唔關，就會惹雜氣；氣該進嘅時候唔進，就會生煩惱。所以老祖宗教我哋開門7分情，關門3分陽氣。開係人情，關係修行。開多咗人情變咗虛耗，關得住修行變咗福報。黃帝澤經話個門者，氣口也，氣入則人和，氣泄則確。氣咩係氣？就係你嗰份安定親民祥和嘅力量。你屋企嘅氣穩，你嘅心就穩。你如果邊個都俾佢入氣亂咗，人就會亂加亂咗，命就唔順。所以我話
家門唔好盛開，福氣自外逃。你如果成日俾人嘅能量入嚟，好氣就會俾人壓住，壞氣就會留低。日子耐咗，人就會病，家就會衰。所以唔係你唔熱情，係你要有界限。人能守得住，福自然嚟；門能守得住，運自然旺。你要記住，門唔係用嚟彰顯人情嘅，門係用嚟守命嘅。家門如果守得住，家就能安；心門如果守得住，人就能穩。呢個唔係防人，係愛自己，唔係冷漠，係智慧。因為真正識得關門嘅人，先係真正識得點樣開福門嘅人。你如果識得家門要守，咁接下來你仲要更深一層明白，人心亦都要守屋企係身之門，心係神之門。好多人屋企度大門關得好實，但心門卻亂開一通。咩叫心門亂開？即係人哋講咩你都聽，邊個嘅事你都掛心，邊個嘅情緒你都往自己身上扛。咁樣嘅人睇落好善良，其實係最容易氣散。我話你知，呢個世界上真正令一個人衰敗嘅，唔係外力，而係能量嘅泄露。有啲人睇落每日好似咩都冇做過，但總是覺得好攰。有啲人明明冇病冇痛，卻總是提唔起勁。呢個就係你將自己嘅精氣神都浪費喺啲唔應該放進心入面嘅事上面。易經話天地交宜，萬物通。呢句話話俾我哋聽，所有能量都在交流。你笑人哋會感受到你怒，周圍氣場就會變。你讓邊個入你屋企，亦都等於讓邊個進入你嘅能量場。我哋從玄學角度睇，屋企其實係一個能量容器，人來人往就好似打開瓶口，你開得愈耐，瓶入面嘅香氣散得愉快。屋企如果成日有外人出入，嗰股本來屬於你嘅靜氣、暖氣、長氣就會被搞亂，你嘅福報之氣就咁樣一點點被帶走。呢度講嘅帶走唔係迷信，而係一種好真實嘅心理同能量現象。我哋話人有磁場，呢個磁場係點形成嘅？係由心念、情緒、氣息構成嘅。你如果心亂情雜氣浮，你嘅磁場就唔穩。外人一入你屋企，如果佢帶住極度亂怒焦慮，嗰股能量就會同你嘅氣場互相碰撞，結果呢，你嘅氣被打散，佢嘅氣得到發泄，你會覺得莫名煩躁，夜晚瞓唔好，甚至做事唔順。呢個就係氣亂命就亂。古人講救人先自救，安家先安心。我話俾各位聽，無情有時反而係最高明嘅善良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人如果太多情，就會俾情所困。你看下古代幾多英雄豪傑都係敗在情字之上。項羽有力拔山溪之勇，卻敗於虞姬；宋徽宗有滿招風雅之志，卻敗於一念之痴。情如果唔加節制，最容易變成命入面嘅破口。好多人一聽無情兩個字，就覺得呢個人冷血薄情。其實真正嘅無情唔係冇感情，而係能夠喺情緒嚟嗰陣唔俾佢牽住走。係你仍然識得愛，但愛得有分寸，仍然肯幫人，但幫得有原則。呢個先叫有情而不亂情，慈悲而不愚善人活在世上。最怕唔係無錢，而係被情所困，耗盡咗心力。你要知道，有時唔講嘢、唔回應、唔迎合，唔係冷漠，而係一種清醒。你看下現代人，成日話我太善良，俾人利用。其實唔係你太善良，係你太唔識得設界限。你該拒絕嘅冇拒絕，你該關門嘅冇關門。結果人哋越咗界，你仲以為自己喺度行善。最後呢，你嘅能量被掏空，你嘅情緒被拖垮，你嘅心變得灰暗。真正嘅善良一定係帶住原則嘅，該俾嘅俾，唔該俾嘅拒絕，該講嘅講，唔該講嘅沉默。你唔使次次都笑臉迎人，亦都唔使逢人就談心。你如果邊個都想討好，咁邊個都會傷你。古人講，慈不掌兵，情不理事，太遲就遠，太勤就亂。一個識得做事嘅人，一定有三樣嘢：心有選擇，行有界限，眼有分寸。你越識得界限，
你嘅能量就愈強。你愈知道該閉口時閉口，該關門時關門，你嘅命運就愈穩。古人話：氣和則福至，氣逆則來。屋企啲氣如果成日被打亂，不管風水幾好，都守唔住人。要知道真正嘅修行唔在廟宇，而在家門之內。你能守得住家門，就能守得住心門；你能關得住外界，就能開得了內在。呢個就好似一個及要先收口，先至養到香。人亦都係如此。你如果日日向外泄氣，講人哋嘅事談無用嘅情，應付無必要嘅社交，你嗰個急入面嘅香氣遲早會變微。你不妨觀察下嗰啲真正平安長壽嘅人，佢哋都有一個共同點，話唔多交唔難門，唔亂開，有客嚟禮貌接待，客走後靜靜清理氣場，食飯唔喧啦，睡前唔談事。佢哋識得留白，亦都識得收散。呢個唔係孤僻，係養命。老子話：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意思係滿則溢，盈則低。你如果對人太滿，對事太急，對情太深，咁你就會失去留白嘅福報。所以我常講，你要學識拒絕。拒絕唔係冇禮，而係一種修行。你話呢個人我唔方便招呼，嗰個唔係煎熬，而係自保。你話呢件事我唔想參與，嗰個唔係冷淡，而係明智。能量守得住，命就不會亂。呢個先係無情嘅真正含義。你知道嗎？好多災禍口舌，甚至官非，都唔係突如其來嘅，係你早早就種下咗。因你讓人入門傾人哋嘅事，你讓人盡心講咗唔該講嘅話，嗰啲看似無意嘅小舉動，其實早就改變咗你屋企嘅能量。佛經話：一念不淨，萬劫不遷。你如果家門不淨，何談福報？所以我話防人唔係心機，係修心；關門唔係拒絕，係智慧。各位朋友，你如果想令自己命好、運順心安，請記住三句話。第一句，門開有道，開門迎福；關門養氣。第二句，情斷有界，愛人要有距離，幫人要有原則。第三句，心靜有守，話小師明守中。你如果能做到呢三點，你嘅氣場就穩，家就順，命就旺。我再講一遍，無情唔係狠，係清，係你清楚咩該留，咩該放。拒絕唔係壞，係慈悲，係你不讓自己陷入不該承擔嘅能量入面。人要識得保護自己，因為保護自己先係對天地負責。你如果能將無情修成智慧，你哋嘅人生就會愈走愈親近，愈走愈明亮。我哋講咗兩個層次，第一家門要守，第二心門要守。咁第三個層次就係命門要守。咩叫命門？唔係身體上面嗰點，而係你一生嗰啖氣。人一口氣在，世事可為；人一口氣散，百事皆空。所以我成日講，一個人最怕唔係無錢無運，而係氣亂。氣亂咗，你嘅思想、情緒、關係、健康，全都跟住亂。而氣從邊度亂，就亂在門，冇關。好，我問你，你有冇發現，有時明明冇發生咩大事，但屋企嘅氣氛突然沉悶壓抑，夫妻唔講嘢，細路唔聽話，睡覺亦都唔安穩。呢個時候不一定係風水不好，而係你屋企嘅氣場被打開太耐。咩叫打開太耐？就係你成日俾外氣入嚟，卻忘咗讓內氣歸位。朋友嚟、親戚嚟、同事嚟，一來一走，帶走嘅唔係茶香，係福氣。你愈覺得冇關係，福神就愈覺得呢個叫不安。黃帝內經講：天有五澤，見之者昌。咩係五澤？唔係小偷，而係五種能量嘅干擾，色聲香味觸。你如果成日睇人哋嘅風光，聽人哋嘅是非，嚟人哋嘅甜頭，嗱，你嘅五官已經俾五澤奪走。而家門不關，正是讓民族自由進出嘅入口。我哋中國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睇落係政治理論，但其實係氣場嘅次第。身不修，氣不正，家不齊，運不順，氣亂命就亂。修身係內守，齊家係外護，內外皆守，天地自然合得。呢個就係易經入面嘅天行健，
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我哋現代人太快太忙，開門快，關門難，講話快，盡心難，行事快，思考難。但你要記得，《道德經》講過一句話：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真正識得天地之道嘅人，都會識關嘅時候關，該慢嘅時候慢，該進嘅時候進。你如果咩都敞開，就好似一個成日開住蓋嘅茶枕，不管茶幾香，遲早都要散。但你如果識得關門，識得蓄氣，嗰股香氣會愈沉愈厚，愈來愈甘。人亦都係如此。有啲人成日話老師，我怕冷場，我怕人話我孤僻。我話怕咩？天地最安靜嘅時候，正是萬物在成長嘅時候。春雷未動之前，地底下嘅根早就開始發芽啦，表面靜內在動。呢個就係靜生智，備生陽。你看嗰啲水流得快嘅係溪，能養魚嘅係潭。你看嗰啲風吹得急嘅係暴，能調氣候嘅係威。人亦都一樣，動得太快，心就散，靜得住，福就生。古人講家門有靜氣，子孫有貴氣。咩係靜氣？唔係冇聲，係有序。門口乾淨，廚房整潔，姿室不雜，廳堂有香，呢個就係靜氣。一個家如果長期俾嘈雜嘅人氣干擾，家入面啲人就會容易爭吵、忘事、心浮氣躁。你如果能讓屋企恢復靜氣，嗰個氣場就會變得柔和，福氣就會回流。喺修行嘅層次上，關門仲有更深嘅意義。關門係關外門，亦都關內門。外門關防人，內門關防心。心經講無眼耳鼻舌身意，呢個唔係叫你咩都冇，而係叫你唔好俾外界牽住走你。如果能做到人哋鬧你，你不動氣，人哋讚你，你唔飆然，呢個就係心門關得好。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位之中，咩係中？就係心門未開之前嘅安定狀態。你一旦開門太快，喜怒哀樂傳入嚟，嗰個中就破咗。中一破，氣就亂，氣亂命就歪。我成日話學生，人同人嘅距離應該好似窗，唔該好似門。窗能透光，能通風，但唔可以隨意出入。你如果讓人從門入，佢能進亦都能出，能帶來亦都能帶走。所以聰明嘅人唔拒人於千里之外，但亦都唔讓人隨意跨界。呢個就叫由衷帶剛。我哋易經入面有一句話：君子以止，止唔係停，係知道邊度該止。識得止嘅人最有智慧。你知道該開時開，該關時關，你知道該動時動，該靜時靜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天人合一。好多人追求開運，周圍求福，請師傅改風水。我話你如果成日開門唔關，請再多嘅福都冇用。點解？因為福能鎮外邪，卻鎮唔住你心入面嗰道敞開嘅門。你如果唔識得守，嗰股福氣就進唔嚟。所以識得關門嘅人，先係真正識得開福門嘅人。門關咗，心靜咗，心靜咗，氣順咗，氣順咗，福就到咗。呢個唔係神話，係天地嘅自然法則。你如果日日開門，夜夜喧鬧，福氣就會嫌你嘈而離去。你如果能清靜自守，守口、守門、守心，那福氣就會靜靜咁返嚟，喺你嘅屋企紮根，喺你嘅命入面開花。我希望各位記住今日呢3句話。第一句，門係命嘅界限，守得住門就守得住氣，氣聚福聚。第二句，心係氣嘅源頭，心滿則家安，心亂則過喜。第三句，靜係福嘅根本，靜得住嘅人最有福，靜得住嘅家最長久。你不妨每日瞓覺前關上門，關上燈，默念3句話：我今日不怨不怒不求，我感恩這屋，感恩這氣，感恩今日平安。我願福氣長流，災禍不侵。你如果能每日咁樣做，哪怕你屋企再細啊，都會慢慢生出一股柔和嘅光。呢個就係家運轉旺嘅徵兆。各位朋友，你唔好怕關門，關門唔係斷絕人情，而係令你嘅人情變得更真。關門唔係孤立自己，
而係令你嘅人生有界限、有尊嚴。識得關門嘅人，終有日會明白，最好嘅福氣唔在門外，而在心入面。你如果心安，天地都安；你如果氣順，命運自順。所以請記住呢句話，千萬不要輕易讓人進你家，扭住你嘅門，就係守住你嘅命，守住你嘅正，就係守住你嘅福。很多人以為不讓人進家是小心眼怕麻煩，其實嗰係因為佢哋冇睇懂咧背後嘅天道天地之間，一切事物都有佢嘅氣場，山有山氣，水有水氣，人有人氣，家有宅氣，天地能長久運轉，係因為陰陽有界。你看白天同黑夜有交替，潮起同潮落有節奏，凡有節者皆能久，凡亂流者皆易衰家，亦都係如此。屋企如果氣亂，就好似一口常年無蓋嘅井，出面嘅塵埃落葉蟲條都會跌入去，井水再清都會變毒。呢個就係點解古人建宅一定要講藏風聚氣。你看嗰啲古宅嘅門，從來唔對住大路，係稍稍偏開，叫避直衝。嗰個唔係講迷信，係講氣，因為氣係活嘅，佢要有轉有收有漲。如果你屋企門口日日敞開，人來人往話聲嘈雜，嗰股正氣就冇地方匿。日子耐咗，連你屋企嘅牆加花草都會浮躁，人一入屋心難安，呢個就叫氣浮。我認識一位做設計嘅年輕人，佢成日覺得靈感枯竭，事事不順。我到佢屋企一睇，大門正對電梯口，玄關無擋，梳化背門。我笑住話：你嘅屋企就好似你嘅心，一眼望穿無藏起之地。佢恍然大悟。後來加咗一道屏風，屋企開始安靜得多。冇幾個月，佢話靈感又翻嚟啦。你看，呢個就係行隨心轉，氣隨意行。再講得深一層，點解外人唔可以隨便入你屋企？因為每個人嘅能量頻率唔同，有人一入門氣場輕盈，帶來光；有人一入門氣場沉重，帶來壓。如果你屋企嘅能量係靜嘅，咁人哋一入嚟講幾句抱怨嘅說話，吐幾句苦水，談幾場八卦，你嘅正氣立刻被搞散。黃庭經有言：內觀身心，外止住緣。修行之唔係跑去深山，係學識止緣，不讓外界嘅緣分隨便進入你嘅能量場。你如果日日止唔住，咁你嘅心就會俾外緣牽走，人哋嘅情緒會變成你嘅煩惱。呢個就係現代人最常見嘅能量耗損症。我曾經遇過一位企業家，佢好善良，朋友多，家門永遠為人敞開，但奇怪嘅係事要越做越攰。我問佢：你覺得邊度累？佢話：我唔知，我明明冇做咩大事，但每日都覺得身體沉重。我話俾佢聽：唔係你身體累，係你屋企嘅氣俾人借走咗，朋友嚟談，投資親戚嚟訴苦，鄰居嚟借嘢。佢表面在幫人，實際係被抽走能量啊！佢笑住話：咁係咪我太熱心？我話唔係你熱心，係你唔識得養心。道德經講聖人無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呢句話嘅意思唔係叫你冇心，係叫你唔執着於心。你如果把每個人嘅情緒都當成自己嘅事，那你嘅能量就永遠在人哋手入面。你不累邊個累？所以話唔讓人入屋，唔係防人，係只有當你能守住道門，你先能靜下心嚟照見自己。一個日日讓外人入屋嘅人，就好似一個總在喧鬧市集修行嘅和尚，永遠聽唔到自己心入面嗰下鐘聲。而真正嘅修行人係識得關門嘅，門一關，塵一息，心一靜，在嗰個靜入面，你先會聽到天地最微妙嘅聲音，風嘅呼吸，水嘅流動，命運嘅節奏。我哋人一生最難守嘅唔係錢財，係氣。錢冇咗可以再賺，人走咗可以再遇。氣一亂，咩都不順。所以古人講養氣以修德。咩係德？唔係嘴上面講嘅善，係你嗰股安定不動嘅能量。你如果氣穩就唔易老，你如果氣足就唔為難，你如果氣輕就能看透是非。呢個就係修德，
而德從邊度養？就係關門入面養。我見過啲老人家，佢哋一輩子唔講大道理，卻識得每日黃昏時分把門輕輕關上，燈火輝煌，泡一茶，那一刻佢哋嘅世界係靜嘅，不談人事，不論得失，有時坐一個鐘頭唔講嘢，呢個係養神。呢種人往往長壽心寬，子孫亦都順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在無聲中把天地嘅氣拉返入屋企。呢種家有福，因為進裏有德，德裏有福。大學說止於至善，咩係止？就係能在對嘅時候停。關門係止，沉默係止，退一步亦都係止。你如果成日向外奔，你嘅福氣就跟住散。你如果學識止，天地自然幫你聚。呢個就係手中見道。你唔使去追咩運勢，唔使去求咩貴人。當你能靜落嚟，天地自會嚟成全你。我成日講，人呢一輩子有3件事要早點悟。第一，別讓太多人走進你嘅家，因為嗰係你氣嘅根。第二，別讓太多話走進你嘅心，因為嗰係你神嘅根。第三，別讓太多樂望走進你嘅命，因為嗰係你運嘅根。呢3根如果能守住，你一生就穩。有啲人中意抱怨，我對人哋咁好，點解換嚟冷淡？我話因為你太想打開人哋道門，卻忘咗守住自己道關門。唔止係物理上嗰道門，佢係一種界限感，一種尊嚴。當你有咗邊界，人哋自然會尊重你。你愈不設防，就愈容易俾人欺。論語有一句話：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意思係唔好擔心無位置，要擔心自己冇立場。呢句話用在今日，就係你如果冇邊界，任何人都會越界關門嘅人，外表睇落孤單，其實內心最豐盈，因為佢把時間精力氣都留咗俾自己。人哋忙住應酬，佢在進修；人哋被情緒攆走，佢在關照；人哋周圍求運，佢在養命。等佢再開門嗰陣，嗰股氣係香嘅，係柔嘅，係光嘅。呢種人行到邊度都自帶福氣。我記得有一句古話講得真好：靜者自安，閉者自勉。意思係話能安靜落嚟嘅人，自會揾到方向；識得閉門養氣嘅人，自會睇清人生天地萬物都有佢嘅節奏。你如果心急就逆天，你如果能守就順道。關門係順天，開門係順人。人要學識在順人之前先順天。有位長者對我講過一句話，我一生都記得。佢話：關門唔係拒人千里，係讓人有禮。你如果咩門都開，人家唔再珍惜你嘅界限；你如果識得關門，人家反而識得尊重你嘅存在。所以關門唔係隔絕，係留情。老子講：有冇相生，難易相成。門關得好，開先有意義。你如果日日開，邊個仲會珍惜你嘅開？你如果識得關，人家先識得進。呢個就係閉中常開，開中有閉嘅中庸之道。朋友們，我講到呢度，希望你們明白，這一生最難嘅修行唔係放下，係守得住門，守得住心，守得住靜。能守就能聚，能聚就能生，能生就能旺。你如果成日敞開，氣就漏，情就亂，福就散，到最後家亂人亂，命亂。所以老祖宗先反覆告：說我哋宅者，人之本也。你嗰個宅就係你呢個人嘅根，根穩樹材高，根亂滅必枯。請你從今日開始回到屋企，輕輕關上門，唔使開太多燈，唔使講太多話，讓嗰份靜氣慢慢回流。你會發現外邊嘅世界越嘈，你嘅內心越明。人哋愈浮躁，你愈安定。呢個就係福。我想送你一句話，係我多年體會嘅結語：關門唔係拒人，係修心；靜坐唔係偷閒，係養命；沉默唔係冷淡，係智慧。當你能懂得這3件事，你嘅一生便已走在光中。願你從今日起守得住家門，養得住氣，守得住心門，護得住神，守得住命門，聚得住福。讓你嘅屋企唔止係遮風避雨嘅地方，而係天地通氣嘅福源。讓你的心唔止係私利萬千嘅器皿。
而係正中生慧嘅明鏡，讓你哋一生就會愈來愈安、愈來愈順、愈來愈光明。